上期就同大家分享過電光超人 DX 玩具系列嘅超神合體啦。其實當年嘅塔卡拿除咗套裝版嘅玩具，亦都有將電光超人嘅主體同埋電神合體以單獨發售嘅形式推出。當玩具後期出到雷龍王戰機嘅時候，我哋就可以選擇需唔需要單獨多買一個電光超人嘅主體嚟搭配。我就梗係備多隻主體啦，但係主體嘅星光功能就比較難保存完好啦。正常情況之下，喺背脊裝上3粒電池，通過轉動傑德文嘅手臂，眼睛同埋心口嘅標誌會亮光，仲會發出唔同嘅攻擊音效。但係歷經歲月嘅摧殘，接觸不良就肯定㗎啦。傳送雷龍王戰機出嚟先啦！已經完成咗啦咩？程式已經 OK， 爭對翼未上色嘅啫，上埋白色就得噶啦。好啦，搞掂晒啊！雷龍王戰機出動啦！喺片中後期由一平用電腦程式幫電光超人開發嘅2台支援機超動戰機同埋雷王戰機合體而成，就係呢架雷龍王戰機。雷龍王戰機可以分體變成超動戰機同埋雷王戰機。雷王戰機嘅底部亦都可以裝上電池，觸發開炮嘅音效。將佢哋重新合體成為雷龍王戰機，可以變成龍形態嘅機器人大亞戰龍。將超動戰機左右兩邊嘅零件拆卸落嚟，就係同電光超人進行大合體時候手部同埋腿部嘅盔甲。超動戰機嘅主體則變形成為電光超人嘅胸甲。超龍合體龍帝古列特，而雷龍王戰機則可以變成佢嘅專屬武器戰龍加農炮。因為武器過重，好容易不舉。當年嘅玩具仲好貼心咁幫你喺膊頭做咗一個固定卡扣。咁1連2期嘅電光超人 DX 玩具系列就幫大家分享完畢啦。仲有幾日就係元旦假期，提前祝大家新年快樂啦！希望明年仲有心機幫大家分享其他唔同嘅懷舊玩具啊！我哋下期再見。